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200年係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歷史文化學堂帶俾你。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1971年乒乓外交。各位，你哋估下而家發出嘅係咩聲音？啱啦，係乒乓波發出嘅剔剔聲。喺1971年期間，中國同美國兩國恢復外交，都係靠我哋祖國嘅國技乒乓球。時間翻去到1971年，喺毛澤東嘅允許下，中國乒乓球代表隊能夠參加喺日本名古屋舉辦嘅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乒乓球代表隊嘅成員懷住興奮嘅心情去到名古屋參賽。第一日賽事完結之後，中國運動員喺度等緊中國隊專用嘅巴士翻去到賓館。喺呢個時候，美國乒乓球代表隊嘅成員見到中國隊嘅成員，佢哋對中國隊嘅成員感到好奇，因而主動同中國隊嘅隊員打招呼。你哋係嚟自中國嘅乒乓球隊㗎？已經有2年冇見你哋咯喎，今年你哋終於嚟到名古屋參加比賽啦，我哋都好開心可以同你哋較量較量。當然啦，中國同日本咁近，我哋唔會錯過今次出國比賽嘅機會，既可以為我哋偉大嘅祖國爭光，又可以增加我哋嘅經驗，我哋都好期待同你哋較量啊！好啊，放馬過來。美國隊每一次參加比賽都係以冠軍為目標㗎，呢一次都唔會例外。美國隊一定會贏，到時美國隊贏咗嗰陣時，你哋唔好嬲啊！哈哈，中國代表隊係一定唔會輸嘅，今次嘅比賽冠軍一定係由中國攞到。好，遇到中國隊嗰陣時，美國隊一定全力以赴打到你哋嘅。當中美代表隊嘅成員喺度傾緊偈嘅時候，大巴士離家埋站啦。中國隊嘅專用巴士到場，中國隊嘅隊員亦都陸續上車。但係美國隊嘅隊員誤以為係比賽大會安排嘅車輛，亦都陸續上車。上車之後，竟然發現座位上面印有中國國旗。哎呀，原來我哋搭錯車，呢一架係中國代表隊專用嘅車，我以為係大會提供嘅車添。唔緊要，當坐順風車咯。太好啦，多謝你哋。聽講中國風光如畫，如果可以嘅話，我哋都想坐一程順風機到中國一遊啊！當然啦，中國山河壯觀，風光如畫，係絕對值得一遊嘅。中國嘅風景點樣靚，真係好難透過說話去形容嘅。咁啦，送你一塊印有黃山圖案嘅杭州織錦俾你，等你了解下中國嘅風景有幾咁靚啦，並且作為留念。哦，咁我就唔客氣啦，等我回下嚟先。哦，原來我身上只有100索，咁聽日我親自送你一件印有和平標記同 Let It Be 字樣嘅運動衫俾你作為回禮啦。好啊！中美運動員喺車上面交談甚歡，呢件事好快俾中央政府知道咗啦。中國總理周恩來知道中美兩國嘅運動員喺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嘅比賽場地附近進行交談，佢認為呢個係改善中美關係嘅好機會，所以佢希望得到毛主席嘅允許，俾美國乒乓球代表隊嘅成員訪問中國，使中美關係破冰。周總理對當時嘅秘書咁話：小吳，我國乒乓波代表隊同美國嘅乒乓波代表隊喺名古屋舉辦嘅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交談甚歡，今次係可以改善中美關係嘅好機會。你快啲去請示毛主席，問下佢可唔可以俾美國嘅乒乓球代表隊嚟中國訪問。總理，冇問題，我即刻去做。小吳去到毛主席嘅辦公室，諗住請示毛主席，但當小吳開門之後，就見到毛主席昏昏欲睡嘅樣啦。小吳，你嚟得啱啦，我有支好酒送俾你。
感謝主席嘅美意。主席，你好似好攰喎，你係咪又食咗安眠藥啊？係啦，呢排成日都瞓唔着啊，所以呢，要食啲安眠藥先瞓到覺。係呢，你揾我係咪有啲咩要請示啊？係，周總理吩咐我問主席，可唔可以俾美國嘅乒乓球代表隊訪問我國？不過既然主席你食咗安眠藥，我聽日再請示你啦。唔需要聽日再請示啦，就俾美國代表隊訪問我哋啦。對我哋中國嚟講，美國代表隊訪問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你就回覆周總理啦，我批准美國隊訪問我國。小吳心諗，毛主席曾經講過，佢食咗安眠藥之後講嘅嘢係唔可以當真嘅。假如毛主席只係戲言，搞出個大頭佛就唔好啦。因此，小吳諗住再請示毛主席，確保毛主席所講嘅嘢唔係戲言。主席，我而家就回覆周總理講，主席已經批准美國代表隊訪華。好，去啦，唔好忘記將我送俾你嗰支酒帶走。好，多謝主席。主席，我而家就即刻去回覆周總理。係啦，主席，我可唔可以對周總理講，毛主席已經批准美國代表隊訪華，麻煩周總理你安排一切。主席，我咁樣講有冇問題啊？得啦，總之你就同周總理講，我已經批准美國隊訪問我國，相關細節由周總理決定。好，主席，我對周總理講，毛主席已經同意美國代表隊訪華。毛主席仲請周總理盡快作出適當嘅安排。主席，我可唔可以咁樣對周總理講？得啦，乜你今日做咩咁煩噶？我話得就得，快啲去，唔好阻住我休息。小吳心諗，毛主席呢次應該唔係戲言啦，可以安心回覆周總理啦。跟住，小吳就向周恩來轉達咗毛澤東嘅訊息啦。喺周總理嘅安排之下，美國乒乓球代表隊喺1971年4月10日訪問中國。當時周總理親自去到機場迎接，以示友好。喺機場，大批記者喺度採訪美國代表隊同周恩來會面嘅一刻。今日係1971年嘅4月10號，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時刻，因為自1949年祖國建國之後，第一次容許美國人進入我國國土，進行運動史上嘅交流。睇下美國運動員嘅飛機降落，我哋熱烈歡迎美國嘅代表團。今次訪問打破咗中美之間嘅隔膜，而家美國嘅運動員準備落機，中方派出官員同埋運動員上前迎接，並且握手拍照。我周恩來總理代表毛主席迎接你哋，辛苦你哋啦！你哋遠道重洋嚟到我國進行交流，我哋多謝你哋嘅邀請先啱，我哋代表總統尼克遜向你哋問好。講呢啲，等我帶你哋去中國最豪華嘅飯店安頓，希望你哋有一個愉快嘅旅程啦。之後，周恩來帶住美國代表隊去到酒店安頓，並且安排中國代表隊同美國代表隊進行一場友誼賽。周恩來希望透過呢次嘅機會，促進中美兩國嘅交流，改善中美關係。各位美國隊嘅成員，你哋稍等一陣，中國代表隊好快會嚟到。我代表中國政府再一次歡迎你哋遠道而來訪問中國。中國都非常重視同美國之間嘅關係。雖然兩國嘅政治主張唔同，但係我相信中美必定有唔少嘅合作空間。周總理唔好咁客氣，其實總統閣下都好重視中美嘅關係，希望可以同中國進行更深入嘅交流㗎。我國都希望中美嘅關係有進一步嘅發展。如果有機會，希望可以同尼克遜總統寒暄幾句。周總理，其實總統閣下都有意到中國一遊㗎，未知總理意下如何呢？咁就太好啦！中國都非常歡迎尼克遜總統到訪嘅。喺呢個時候，有人拍門。好啦，你哋入嚟啦，各位美國代表隊嘅成員，我哋安排咗中國代表隊嘅成員同你哋進行一場友誼賽，希望你哋可以樂在其中啦。你好，我叫莊則棟，係你啊！喺名古屋嘅時候，未有機會同你比試，今次比試承讓啦。我哋唔需要你哋讓，嚟啦！
盡力打返一場波啦！真係好玩，同你哋比賽真係好有趣啊！多謝你哋指教，下次喺國際比賽上，我哋再一較高下啦。作為東道主，我哋應該一盡地主之誼。作為中國嘅代表，我哋要好好招待客人。總理請放心，我哋必盡地主之誼，等美國隊隊員感受社會主義大國嘅繁華。各位美國嘅客人，由我哋帶你哋去人民大會堂嘅禮堂睇智取威虎山，再去故宮參觀啦。好，就咁決定啦！真係希望尼克遜總統都可以欣賞到呢啲嘅戲劇，同埋參觀故宮。多謝你哋嘅招待，日後你哋到美國，我哋一定會帶你哋到處遊覽。周總理，我會將你嘅話傳達俾總統閣下聽噶啦。美國代表隊翻返去到美國之後，即刻向尼克遜表示中國政府願意俾佢訪華。尼克遜因此聯絡中國國務院，安排訪問事宜。最終雙方達成協議，尼克遜將於1972年訪華，中美雙方成功透過乒乓球以小球轉動大球。自上一次美帝國乒乓球隊到過我哋嘅神州大地，見識到我哋祖國最純正、最優越嘅社會主義制度。而家美帝國嘅領袖都嚟到我哋嘅祖國探訪，獲得毛主席嘅接見。毛主席派出周總理到機場迎接美帝國嘅領袖，充分顯示咗我哋祖國嘅好客之道。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here, the Tiananmen Square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It is the exciting moment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time Mr. President visits the communistic China. We believe that will be a new start the diploma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Look over there, the Premier Zhao Enlai are shaking hands with Mr. President. The world is going to a new beginning. 歡迎尼克遜先生到訪中國。經過今次嘅訪問，中美關係必定邁進一大步。毛主席本來想親自迎接嘅，但係毛主席身體抱恙，所以派我作為代表，希望你唔好見怪啦。周總理，你太客氣啦，多謝你親自迎接我。想當年，杜勒斯喺日內瓦同周總理會面嘅時候，未有同你握手，真係太失禮啦。我代替佢同你道歉。在場有大量嘅記者朋友，嚟，等我哋熱情咁握手，向世界證明中美關係已經邁進一大步，並且補翻當年嘅握手。好啊，總理先生嘅到訪拉近咗世界上最遠嘅距離，結束咗25年冇交流嘅歷史。好，非常期待同毛主席嘅見面。周恩來去到機場迎接尼克遜之後，帶尼克遜去到毛主席嘅辦公室。毛主席同尼克遜兩個人喺佢嘅辦公室入面開始交談。毛主席你好，聽周總理講你身體抱恙喎，而家身體狀況有冇好轉啊？多謝尼克遜總統嘅關心。不過每晚比較難入睡，需要食一啲安眠藥先可以入睡，以致我經常頭痛，所以我先去唔到機場迎接你，千萬唔好見怪。唔會，毛主席身體抱恙，仍然邀請我嚟到中國訪問。毛主席嘅誠意令我感動，希望中美兩國日後有更多合作嘅機會啦。我都希望中美兩國少啲紛爭，多啲合作。中美兩國人口眾多，如果兩國有紛爭，難免影響到世界和平啊。當然，中國係亞洲地區嘅重要國家，影響力大。假如中美可以減少紛爭，可以創造到雙贏嘅局面，咁幾好呢？唔係，中國依然都係發展中嘅國家，仍然朝住建立共產主義大國嘅目標進發。中國希望以和平嘅方式建立一個強大嘅共產主義國家。
中國唔會學習蘇聯嘅修正主義，亦都唔會好似蘇聯一樣以武力欺壓其他國家。尼克遜心諗，毛澤東此言顯示中蘇關係惡劣，中蘇兩國共同支援越南只係暫時嘅合作。而家美國喺越戰處於劣勢，假如同中國打好關係，或者中國會協助美國退出越戰。即使美國退出越戰，中蘇關係仍然惡劣，兩國定必喺亞洲有一番龍爭虎鬥。蘇聯唔一定控制亞洲，要借此機會探討一下中國對越戰嘅態度。美國都唔似蘇聯以武力欺壓其他國家，只係有啲時候為勢所逼。假如情況許可嘅話，美國嘅士兵當然都想喺國內過一啲安穩嘅生活，唔需要出征啦。毛澤東心諗，尼克遜此言係希望中國協助美國退出越戰。我可以利用今次嘅機會，要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同國民黨斷交，逐步收返台灣。美國果然同蘇聯唔同，係一個友善嘅國家，重視光明磊落，唔似蘇聯。只係中國仍然有唔少內政問題仍然未解決，尤其是喺啲敵對嘅政黨仍然對中國共產黨虎視眈眈。中國共產黨只能夠專注國內事務，未能夠處理亞洲嘅問題，還請美國多加協助，抗衡蘇修，救助被蘇修主義欺壓嘅亞洲國家。尼克遜心諗，毛澤東係希望美國同國民黨斷交。中國喺亞洲影響力都唔少，美國難以長期孤立中國，但即刻同國民黨斷交，美國嘅誠信就會破產，顏面無存。都係先採用拖字訣。中國共產黨領導嘅政府先係中國唯一合法嘅政府。有邊個政黨可以威脅到中國共產黨嘅統治地位呢？中國需要多一啲參加亞洲嘅事務，先可以顯示到中國嘅優越地位。喺台灣嘅國民黨經常計劃推翻中國共產黨嘅統治。假如其他國家唔再支持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就唔需要擔心國內嘅問題。我相信美國唔會支持國民黨政府威脅中國共產黨。當然唔會啦，講呢啲。假如美國能夠斷絕同台灣嘅外交關係，咁就更加好。喺斷絕同唔斷絕之間，仍然有好多商討嘅空間。美國政府絕對同意中國共產黨領導嘅政府係中國唯一合法嘅政府。假如中共政府可以參加更多嘅亞洲事務，就可以向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先係領導中國嘅政黨。毛澤東心諗，雖然唔可以使美國同國民黨斷交，但美國總算承認咗一個嘅中國，又承認咗中國共產黨嘅地位。呢次會面都算成功啦。雖然結果並非完美，但係都係待住先啦。好，中國共產黨必定會領導中國參與更多嘅亞洲事務，亦都會同北越政府商討亞洲時局。尼克遜總統啊，等我一盡地主之誼，帶去品嘗下北京嘅名菜北京填鴨，再遊覽一下中國嘅名勝萬里長城。好，聽講中國嘅北京填鴨非常好味，我一早已經想品嘗一下。再同毛主席暢談世界大事。美國嘅運動員早前受到中國嘅款待，因此我哋美國都希望招待中國嘅運動員去美國，作為回報，亦都希望借此深化中美兩國嘅交流。好，我請周總理安排一下。尼克遜總統啊，咁不如我哋先去品嘗北京填鴨，其他事情遲一啲再討論啦。好。中國運動員周恩來由李家傑飾演，美國運動員中國翻譯員由容偉俊飾演，美國記者旁白由林柏浩飾演，毛澤東由陳鴻俊飾演，中國記者秘書由莫雅賢飾演，尼克遜由黃崇恩飾演，製作余善恩。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1971年乒乓外交全劇完。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200年係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歷史文化學堂帶俾你。
繼續翻嚟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200年啦！啱啱我哋就聽咗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嘅一個廣播劇，咁而家喺我身邊呢，就有中國歷史教育學會方耀輝主席方 Sir，Hello 你好。係你好，Sita。係啦，咁啱啱呢，我哋就聽完佢哋嘅廣播劇啦，咁佢哋嘅劇。嗰個劇名啊，就係1971年嘅《乒乓外交》啦。咁其實同學仔喺呢一個劇目裏面，你覺得佢哋有冇創意啊？嗱，我諗佢哋應該話佢哋掌握到一啲歷史嘅點，咁啊將呢點裏面之間連起上嚟咧，就可以形成一個咩嘅時序上面。咁啊當然呢一個點同線之間連在之後咧，再不斷地咁樣連結出嚟咧，就有個呈現一個面啦。咁啊呢個面就會睇到中美大家裏面喺成個世界裏面嘅發展裏面舞台上面咧，都會慢慢地會開始有一個微妙嘅一個變化，即係大家而家見到中美之間裏面咧係一個競爭嘅對手啦，係咪？咁啊，但係亦都喺一個競爭對手，互相之間亦都要有好多時候都要互相合作嘅，即係冇可能永遠一個對立面。咁啊，呢個亦都係政治世界裏面嘅一個現實裏面，即係永遠都唔會有永遠嘅敵人嘅，冇永遠嘅朋友。係，咁俾翻啲評語啲同學仔啊，有啲咩可以改善嘅地方，同埋有啲咩做得好，咩做得唔好咁樣。我或者咁講啊，俾啲正面啲啊。其實同學我諗同學做得幾好嘅一樣嘢就係佢哋對呢一個歷史入面咧都會掌握嘅，因為佢明白前因上面後果。咁啊，亦都找緊一啲人物上面嘅重點啦，包括呢個尼克遜啦、毛澤東啦，係咪一啲嘅記者裏面啦，即係中外記者裏面啦。咁其實彼此之間裏面咧，佢哋都能夠掌握到個歷史上面一啲嘅重要。即係正如我講一點一點，其實就人物都係一個點嚟。嗰點裏面慢慢連起埋一齊，兩個人物歷史人物走埋一齊，有應該一條線。咁啊，唔同嘅嘢嘅點之間、線之間嘅串連上面之間，就會出現咗而家個咁樣嘅歷史嘅背景。咁就係一個咩？即係乒乓外交嘅情況。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同學都做得好好嘅，即係利用一個唔同嘅部分裏面咧，去串連起上嚟。咁啊，於是就可以變到我哋對呢段歷史，起碼都有一個呈現嘅現象，可以掌握得到。咁啊，當然你話作為一個啟發裏面咧，其實係好嘅，因為俾啲聽眾咁，始終坦白講，唔係一件單一言兩語就講得晒嘅歷史嘅事情裏面咧，咁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先導上面，或者俾聽眾裏面聽到咧，咁啊。吸引到大家係啦，跟住大家再睇書裏面咧，或者去揾一啲相關嘅書嘅時候，其實就更加好。明白。咁就有冇再需要進步嘅地方咧？我諗進步嘅地方，我諗同學可能多啲係咯，即係有機會嘅話，深入啲可以掌握多少少歷史裏面啦，即係睇翻下即係往後裏面究竟呢個乒乓外交對往後歷史入面有啲咩影響咧？其實我諗佢都可以不妨喺呢度交代下，咁等啲聽眾都知道下，有少少部分。明白。咁今日咧好多謝晒中國歷史教育學會嘅主席方耀輝方 Sir 啦，咁同我哋俾咗啲評語頭先聽過嘅廣播劇。咁轉頭翻嚟咧，我哋就會同同學仔傾下偈嘞喎，咁睇下佢哋做1971年乒乓外交呢個廣播劇有啲乜嘢嘅開心同埋困難嘅地方呢？轉頭翻嚟再見。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200年係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歷史文化學堂帶俾你。歡迎翻到嚟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200年啊！喺直播室呢度咧，除咗我主持 Sita 之外咧，今日仲有一班嘅同學仔咧，就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廣播劇喎。咁佢哋就係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嘅一班嘅同學啦。咁我哋頭先一開始咧都已經聽咗佢哋嘅一個廣播劇㗎啦。咁當然而家要請佢哋講下佢哋對呢一個嘅廣播劇有啲咩嘅感覺咧？咁你哋同聽眾講聲 hello 先，第一位同學講下先啦。我係李家傑啦，我係喺呢套廣播劇入邊係飾演周恩來同埋中國嘅運動員嘅。你讀緊中幾啊？我係讀緊中五。係，另一位啊。Hello， 大家好，我名咧就叫陳鴻振，喺呢個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入面讀5年級嘅。咁我喺呢套廣播劇入面嘅角色就飾演個毛澤東。Hello， 我係讀中五嘅黃崇恩，
我喺呢一套廣播劇係飾演尼克遜同埋中國運動員莊則棟。Hello，我係叫林柏豪，都係讀中五嘅。我喺呢個廣播劇入面呢，就係擔演住旁白啦，同埋美國記者嘅角色嘅。大家好，我叫莫雅賢，我都係讀緊中五嘅。咁我喺呢套廣播劇裏邊係飾演小吳秘書同埋中國記者。大家好啦，我叫容偉俊，我都係中五級嘅學生，喺呢個廣播劇都係飾演美國運動員嘅。咁我哋在場呢，其實仲有佢哋嘅 Miss 喺度嘅。Hello Miss， 大家好，我係 Miss， 我係佢哋嘅歷史科老師。歡迎晒咁多位同學同埋 Miss 上到嚟啦。咁頭先聽咗你哋嘅廣播劇，你哋對於呢一個嘅廣播劇有啲咩感覺啊？自己做呢一個嘅廣播劇，不如頭先飾演毛澤東嘅同學講先啦。咁對於我嚟講啊，咁飾演呢套廣播劇咁就覺得十分之好玩嘅，我覺得好搞笑啦。咁一嚟個劇本都尚算搞笑嘅，入面嘅內容咁就即係以一個輕鬆嘅模式去敘述翻當年嘅歷史事件，而我呢，亦都好榮幸啊，可以去飾演呢個偉大嘅中國主席毛澤東啊！係呢個係我畢生嘅榮幸。你而家講嘅都好似做緊戲咁樣。唔係，呢個係十分真實嘅，我冇做過戲嘅。好。咁想問啦，點解你哋會揀呢一個嘅1971年乒乓外交嘅呢個歷史事件嚟做呢一個嘅廣播劇呢？因為你諗下歷史事件咁多段，你哋係點樣諗出嚟嘅呢？咁咧，我哋咧就係因為我哋歷史課嘅課堂啱啱係講緊近代中國，咁咧其實係啊，因為我哋其實都啱啱提及乒乓外交啦，但係我哋希望其實了解多啲，所以咧就咁啱亦都揀咗佢做廣播劇嘅主題啦，即係做一句。即係咁啱就教到一啲近代史。係啊。係啦，有冇其他嘅原因啊？我見到 Miss 好似想講嘢。嗱，其實我覺得 Miss 咧想我哋攞呢個標題咧係用心良苦噶，因為佢當時教到冷戰呢個咁嘅議題啦。咁而冷戰呢個議題，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環節就係中美關係破冰啦。咁而呢個乒乓外交亦都係呢個中美關係破冰嘅轉捩點嚟嘅。如果冇呢個乒乓外交，或者中美會有機會掀起另一場世界大戰，又或者中蘇會有更多嘅衝突，咁就令到呢個世界會局勢更加混亂咯。所以 Miss 為咗即係令我哋鞏固呢方面嘅知識啦，咁即係冷戰呢方面知識，咁就俾我哋參與呢個廣播劇。係啊，係咁即係Miss 有俾到意見，你哋就揀邊一段嘅史實嚟做嘅呢個廣播劇。但係到寫啦，真係落手寫一個劇嘅時候，係邊一啲同學負責，定係其實你哋全部一齊諗嗰啲對白啊？我哋係中國嘅記者咁樣，呢啲對白係邊個諗嘅？即係呢個古仔。我哋另外啦都有個畢咗業嘅師兄啦，佢叫陳 Sir 啦咁樣。咁其實咧佢都會一齊加入去統籌呢方面嘅關於對白嘅內容嘅。咁希望咧大家咧都唔會俾一啲過分沉悶嘅歷史咧去覺得歷史好似好無趣咁樣，其實唔係嘅。都希望咧用啲夠有趣嘅題材啦，同埋咧用一啲句子咧令聽眾咧大家都會產生一啲共鳴啦，可以覺得原來歷史咧都可以好有趣嘅喎。即係師兄都有幫手嘅。係啊，我哋發散晒人嚟幫手嘅喎。咁如果話廣播劇咁樣呢，即係從來有冇做過一啲嘅廣播劇啊？又或者朗誦啊、drama 啊，有冇試過啊？你哋？都有呢方面嘅經驗啦，但係如果真係講真，真係喺個電台嗰度係俾聽眾咧聽到自己把聲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唔容易嘅事情嚟嘅，所以呢個機會咧真係都好珍貴，同埋咧好榮幸咧都可以成為咧其中一員啊！唔使咁客氣喎。OK。係咁，當初你哋點樣去參與呢一個劇㗎？係 Miss 揀你哋啊，定係你哋自己知道有個咁嘅劇？自薦定係話自己話我好中意係咯，點樣噶？其實係 Miss 挑選我哋依班人一齊去參加呢個廣播劇嘅。係你哋係同一班嘅？係啊，全部都係修讀歷史嘅，係啊。咁 Miss 啊，想問你用啲乜嘢嘅角度去揀同學仔嘅咧？佢哋咧都係我哋班嘅精英嚟嘅。
喂，佢哋偷笑喎，唔係咩？你哋唔同意？係，梗係唔係其實你哋啦。可以笑得大聲啲嘅，唔使我哋暗口我哋呢度坐喺度嘅每一個都係我哋細史班嘅精英嚟嘅。係啦，我哋電台好需要笑聲嘅，其實唔敢當啦，係嘛？我哋謙虛啫，其實事實都係嘅。頭先阿洪俊都話想自己點啊？將來嘅理想同抱負歷史科五星星，我唔醒係。將來咧，其實我你諗清楚喎，你而家喺大氣電波講嘢出嚟，咁樣咧。可能有啲嗱，我即係都想將來即係做翻啲有關歷史嘅工作咁樣咯。係啊，你想做咩啊？做歷史老師咁就可以即係繼續秉承我哋老師嘅理念去將呢個嘅正面嘅史觀去教導學生，係令學生培養呢個歷史嘅情操。完全明白啊！咁講到咁深入啦，我哋轉頭翻嚟呢，就講翻少少要關於翻你哋個廣播劇啦。咁你哋去練習個廣播劇嘅過程上，有冇有啲咩困難啊？又或者趣事發生過呢？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200年係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歷史文化學堂帶俾你。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200年啊！咁直播室繼續有同學仔啦，同埋斯塔喺度嘅。咁頭先咧就問到佢哋關於做呢一個嘅廣播劇嘅一啲情況啦。咁要問多啲啦。咁究竟你哋做呢一個嘅乒乓外交嘅廣播劇，有冇發生過有啲乜嘢嘅困難先啦？係啦，有啲咩困難遇上咗呢？即係你其實做一個廣播劇咁多人一齊合作唔容易噶嘛。我作為一個喺呢個廣播劇作為一個美國運動員，係需要一個美音嚟演繹嘅。但係頭先嗰個就係你啦。係啦，但係我對於美音嗰邊唔係好擅長，所以要練得好多次先美到個音。美到個音。係啊。係。可唔可以講多一句啊？而家？試一句。我要好擅長先講到嗰個咩音。已經有2年冇見你哋咯喎。OK， 好，呢個就係覺得好困難。跟到隔離啊，好正啊！係，仲有冇啊？仲有冇啲咩困難遇到過啊？其實咧，即係你係做毛澤東啊？其實理論上講，其實即係我哋高中生涯咧，理論上嚟講好多補課嘅。咁即係其實我哋學生就開始啦，喺個百忙之中抽時間出嚟，已經係好難嘅事啦。但係如果即係我哋以我哋咁少練習嘅即係次數嚟講，我哋講到咁，其實已經好難得㗎。其實因為係啦，唔係講得幾好啊！唔好話咩講到咁啦。係咯，我哋做人要謙虛。係嘛？即係反而你就會覺得係因為考試嘅關係，就令到自己就難咗啦，難咗去練習。係啊。係咪全部人一齊練嘅時間都難約啊？都好難約啊，係十分之難約。點解咁講呢？因為要補習。係因為其實每一科咁就即係有啲人就揀唔同選修科或者其他即係主科咁樣。咁佢哋係要即係而佢哋補習嘅時數都比較長咁樣啦。咁就令到如果即係同埋佢哋本身我哋呢一組同學入面好多都係讀書嘅同學啦，即係不論係每一個人咁就係即係讀書嘅同學係咩意思啊？你講解下先。有啲人係要出去補習啊，即係讀書嘅意思咧，即係好勤學嘅咁，我哋就係咁就本身佢都會要出去補習咁樣啦，咁令到個時間更加難約。咁係啦，咁最緊要係個時間問題。係時間問題。係咁，如果你話演繹上面嘅問題咧，因為你哋都話冇乜參加過啲咩舞台劇訓練啊、廣播劇訓練啊、朗誦訓練都少啊嘛。你哋有冇啲咩困難啊？喺演繹方面？喺呢方面我都算係一個比較有經驗啦，因為平時可能喺學校週會啊，甚至喺做司儀啊。你係做旁白嗰個嘅？係啊，我係做旁白同埋美國記者嗰個。係。咁樣係都會比較放膽去講嘅。咁但係其實原來朗誦同埋去做廣播劇，我覺得係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大家係完全唔同啦。咁反而大家聽眾係
見唔到畫面咁樣去欣賞呢出佢劇情嘅時候，其實你把聲係要更加去為之突出啦。你嘅音韻頓挫呢啲其實都要好好咁利用，即係我可能要活生生去呈一個當年嘅歷史嘅史實啦，呢個故事啦，俾聽眾聽咁樣。係咁好啦。如果困難仲有冇嘢分享啊？冇嘢分享嘅，我哋就講下有咩趣事啊？有啲咩得意嘢發生過啊？得意嘢嚟講咧，咁其實我人本身咧就好得意，就喺我啲同學入面咧，即係喺我啲team人入面咧就好搞笑嘅，佢哋又覺得我。咁而我每一次咧，我又唔知點解咧，我又唔知做啲咩咁啊，令到佢哋嘻嘻哈哈咁係咁笑笑，搞到佢哋失晒控咁樣啊，咁啊令到我哋練習嗰陣嘅都浪費多時間嘅。魅力啊嘛，同埋，喂，講呢啲就係因為你浪費咗好多時間。啊，理論上嚟講可以係咁講嘅，係啊，唉，我都好深表歉意啊！其實都唔係嘅，你喺一個譬如我哋要喺抄寫同埋要做好多卷嗰時啊，可能啲好多壓力咧去積聚嗰時，其實洪俊咧你咧都可以咧扮一個好為我哋紓解壓力啦，俾我哋笑下啦呢個角色。咁當然唔係笑你，而係你個風趣幽默咧係令我哋去中意你個形象啊，係啊！哇！而家係講心底話㗎咯喎，係咪講緊啲心情嘅話嘅時間？好感動咧！拍好啦，拍好咯。佢喺練習嘅時候咧，嗰把聲真係同我哋聽嗰把聲完全唔同啊！平時好有磁性。哇！嗰把聲真係磁性，好吸引啊！錯係真係風魔。係咁，你哋其實大家都讚大家好好啊！呢班同學，你哋最滿意嘅一個角色係乜嘢啊？我最滿意啊！第一個係洪俊嘅毛澤東啦，因為毛澤東咧係一個比較有霸氣啊，同埋有啲強勢嘅領袖嚟嘅。咁啊，洪俊咧都可以令嗰啲好有趣嘅嘅台詞咧，同時咧都可以兼顧到毛澤東一個好嘅比較強勢嘅形象，去一個呈現一個史實咁樣，我覺得係幾中意嘅，令到我。另外啲同學咧覺得邊一個角色你最滿意，你最中意啊？又或者我都係覺得洪俊飾演嘅毛澤東係比較有趣啦。雖然佢而家喺度好尖尖，雖然毛澤東咧係一個比較俾人覺得係比較嚴格啊、好謹慎嘅人，但係佢飾演嗰陣咧係講説話嗰陣有啲風趣幽默啊，令人覺得好似好生動啊，唔會咁悶咁咯。好，覺得自己做成點啊？阿毛澤東理論上嚟講，我覺得自己即係非常好啦。第一次咁就做廣播劇，咁啊難免比較生疏噶啦。咁我講嘢就，不過我盡咗力，咁係啦。咁我都呢啲，即係我話我自己冇理由買花讚花香嘅。其實我覺得中唔中意咧係由觀眾決定噶嘛，唔係我自己決定嘅。聽眾係冇錯。咁咁 Miss 咧想問下 Miss 喎，你對佢哋咁多個有啲咩感覺啊？又或者覺得佢哋做成點啊？咁樣其實佢哋咧都已經係做得好好噶啦，咁我都好滿意嘅。咁同埋佢哋咧都其實係真係好忙啊，係知道嘅。咁所以好難夾時間，咁所以咧可以佢哋喺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咧，其實我都已經好開心噶啦。我哋今朝約都好難啊，因為佢哋咧都要有好多補課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褪咗好多個星期。終於都揾到一個星期可以錄音咯。明白。咁你哋嚟緊就要考呢個 DSE 啦，咁都要祝你哋加油啦。咁其實我哋今日咧嘅節目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好多謝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嘅你哋咁多位同學仔啦，咁上到嚟我哋直播室同我哋分享咗你哋嘅廣播劇同埋一啲你哋做廣播劇嘅心得啊。咁如果未來有啲咩廣播劇，你哋仲會唔會想參與下？會，當然絕對會。兩位真係好異口同聲啊！大家都好想參加，真係。好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就要同聽眾講聲拜拜啦，拜拜。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DBC 數碼4台校園台聯合製作，小嘴巴。